台北客家人民嘉年华嘅双神台电嘅节目现场。喺里面呢，不同嘅现场啊，有为大家来准备嘅呢啊嘅样片哦，係前日拜六晚初台电，还有朝本日拜日嘅那个主机台电嘅夹播夹剪哦，快播快剪的影片啊，被真正请神梦嘅呢啊各嘅社团嘅理事长还有副总哦，也今日按到嘅安排你嘅支持。给你亚拜嘅人民嘉年华，最近老往年非常嘅多么朋友，你受到疫情嘅影响，同到呢每個月都有嘅線上來做舉行來做舉辦，尤其像係草本日嘅嘅台蛋風範，有動到嘅嘅社團哦，係透過嘅線上嘅樣片，能夠透過嘅樣相呢來做現場，大家來做一個播放，唔過限制做得。大家來感受到你呀對移民呀嘅精神。雖然我哋跟隨我係首先大家嘅熱情，就對移民呀嚟感受得到。嘅理事長、社團嘅理事長、副總，做得先抽籌，等下你雙神台電就會第9點嘅時間正式來開始。
天麦来难有。
左边10，这样刚好就60，是不是就这样子了？好，先这样子。老师会说大家有来的话，提前注意之前，到之前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好，8嘛，然后9是93，你要用事件顾问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事件顾问93。心肝娘来哟，娘心肝咯。3年莫说来都莫相干来哟，谁莫安江哦，连南风哦。各位贵宾、全体乡亲、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大家诚心来祭拜义民爷，也感谢台北市嘅客家乡亲同各县市嘅客家乡镇来听书，希望大家送神泰典。嗰1分鐘過後，吟詩進行，請大家繼續坐下來，希望大家按姿勢。它取代刚刚左边10，变成16，那如果要变13，你要再加一个12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两张一样，那两张一样。
各位贵宾、全体乡亲、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大家诚心来敬拜义民爷。送神太典，各个1分钟过後開始，請大家格格坐下來，希望大家按姿勢。今日良時，良時今日，2021台北客家義民嘉年華送神太典典禮開始，自施在出位，披基杆。出位，有請各義民廟主任委員同代表，台北市各養生社團理事長、理監事，台北市各鄉縣太樂，各級民意代表出位。主机关出位，有請台北市新竹同鄉會王清富理事長出位，有請台北市高雄客家同鄉會鄭永清理事長出位。有請台北市客家自強會吳乾峰理事長出位，有請台北市惠豐商貨促進會劉興龍理事長出位，有請中華世界客家婦女協會吳秀妍理事長出位，有請台北市客家重強會梁秀琴理事長出位。有請台北市客家公共事務協會范永泰理事長出位，有請中華民國路跑協會范強水會長出位，有請市政顧問陳錫山先生出位，有請台北市綠隊客家會李樹文理事長出位，有請台北市苗栗縣同鄉會莊妙南理事長出位，有請機電組組長范金娥女士出位，有請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齊世勳先生出位，全體肅立，
请现场所有贵宾、乡亲、市民朋友起起来，向下站音，向下敬拜者，请面向保中人民爷同中央宫神威。奏乐鸣炮，唐宋响铃，请拍锣，请全体乡亲松树合适。楚松雄，拜；再松雄，拜；三松明雄，拜；十雄。将神，有请法师出位。
大家拜三拜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好，圆满大吉，大家平安。恭祝身家肥兰祝文，有请客家后生子弟吴一婷恭祝。为中华民国110年10月25日，岁次辛丑年9月20之良辰，今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齐世勋。台北市人民也指定工作委员会各工作组长，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职工，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全体董干事职工。台北市各客家人生社团理事长、李干事、官铺、省康国初人民庙主任委员代表，台北市各客家乡县长老乡亲信中市民人等为感恩口车，出奉一动保障人民也，及中央公电烈烈尊神，莅临台北市顺顾舒服，必有中华民国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台北市市政从容。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业务顺遂，各社团会务顺利，全体客家乡亲老幼安康，南天北福，五纳千祥，万事如意。今日台北客家人民嘉年华发通结束，恭送身家肥兰送神太殿，诚心敬披鲜花高品，乡处作癖，亲族放意，不敢久留错前，拜请。出奉一动保障人民爷爷，及中央公烈烈尊神等，将来非将，庙来非庙，各归年初，来节施恩，去节恭福，后有所请，福望光临。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齐世勋，立全体信众，习俗顿数，百拜丰收。恭托人吴一婷。
向保重人民也同中用功行最敬礼，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抢父母，立身。国庙保重人民也及中用功顺利回南，请各送审社团理事长及工作人员祈祷2片准备，请各公庙代表同工作人员伫主祭台下背准备供养圣家回南，请工作人员天数引导。恭送保重人民也及中用功圣家回南，奏乐。击鼓鸣钟，恭送太台北新店保重亭人民也。恭送台北保重人民庙人民也。恭送花莲县从头保重人民亭人民也。恭送新竹县竹东非常久人民也。恭送新竹县中林共福宫人民也。恭送新竹县关西金金山人民庙人民也。恭送苗栗县头份人民庙人民也。恭送高雄市旗米保重人民庙人民也。恭送花莲县枫林苏田宫人民也。恭送嘉义保重人民庙人
名呀！恭送台中市董事县寺庙一名呀！恭送河源市平镇保中祠一名呀！恭送屏东绿队忠义祠忠勇宫。恭送苗栗二民庙二名呀！恭送新竹县新埔保中二民庙二名呀！感谢各位理事长、公庙主委、乡亲太老、市民朋友，希望大家诚心参加保中二民庙同忠勇宫盛家回兰大典。2021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圆满成功，移民也同忠勇宫各位大家合福平安，身体康健，看太前，希望大家按姿势努力多车。
行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稍微往前推吧，哈，开始往前推，然后待会要往前推要照一下，待会理事长要那个快进来，哎呦，挺好，这个有没有固定住？这边固定的，都没调嘞，好，先小下飘先，吹啊，开始啊！快洗嘞！把运快洗嘿！圈路也就下來嚇，兩點時做一般圈成係佢佢係這個。第一周那個馬上在臉書上說，他說超感動的。青岛人讲，我哋係群落嘅一家人，刻苦耐勞。不過，我哋唱係一心團結。我哋打造出香腸，用心準備澎湃飯菜，獻本嘅哋是因為保護家園、hand過犧牲、勇敢嘅戰士。這樣時，無上戰場嘅鄉親。為到奉獻自家嘅力量，一心一意準備飯菜，本前線奮戰嘅勇士說：為到紀念祖先嘅付出，我哋當年都舉辦祭拜儀式，參加嘅唔單止係客家人、新住民、原住民，外國朋友未共同傳承一份精神。不過，因為以前佢哋熟悉嘅法通，老頭擺冇共用，我哋希望一份精神做得延續下去。我哋勇敢保護等順風重要嘅人，我哋無私心，留得生人都當作屋企人，我哋團結，風範敬獻，也出做得適合力量。再艱難嘅日嚟，我哋都唔驚，搶愛我哋強下，就唔愛本打派。